校長、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午安！歡迎大家收睇不祥快訊，我係小主持4A 班陳慧喬。我係小主持4C 班余翠嵐。今日由我哋兩位小主持為各位同學進行本學年第2次嘅不祥快訊，好高興又可以同大家見面啦。翠嵐，原來上學期差唔多已經過咗一半有多，快樂嘅時間真係過得特別快啊！冇錯啊，開心嘅時間總係過得特別快。原來我都參加咗唔少嘅活動啦。你印象最深刻嘅係咩活動啊？我印象最深刻嘅活動就係10月份啱啱舉行嗰個親子運動會。我都係啊，今年我都參加咗唔同嘅賽事。原來不祥親子運動會有好多各式各樣嘅賽事，例如男女子60米賽跑、男女子100米賽跑，同埋男女子4×100米嘅班際接力賽，仲有跳遠、擲壘球、2×50米嘅親子接力賽，同埋8×50嘅師生接力賽。我哋而家可以欣賞返當日親子運動會嘅花絮短片，去片。
由花絮短片當中見到大家都樂在其中。而家等我為大家預告下11月至到12月裏邊將會舉辦嘅活動。12月3號小一啟蒙禮暨8日宴，12月4號至12月10號小2至小5學期試同埋小6嘅部分試。12月12號嘅小6升中家長會同埋12月13號嘅家長教師會旅行日。哇！嚟緊仲有好多活動，我好期待啊！今期嘅不常發生就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考試加油！哥哥姐姐考試加油！哥哥姐姐加油！加油啊！我哋支持你！加油啊！係努力！方加油啊！三 A 考試加油！4B8考試加油！4B 考試加油！2C 班考試加油！考試加油！2D 班加油！考試哥哥姐姐加油！哥哥姐姐加油！考試加油！你做得到！考試加油！各位加油！大家考試加油！有努力，考試冇壓力。考試加油！大家考試加油！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各位同學加油！